你想娘了没呀？要照顾好自己。娘，哲儿回来了。你怎么白天就来了？白天不行吗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范闲，怎么，老夫命数当绝了？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你们心目中到底是什么一个形象。爹，我来了，爹。你终于还是落网了。什么终于啊？从你说要审死范大人，我就知道你迟早会有今天的。哎呀，老夫感谢范大人，还给犬子留了条性命。爹，行刺都已经过去了，我现在在他麾下做事。原来如此，犬子才识浅薄，范大人能不计前嫌，给他一个机会，真可谓宽宏大量。要不你俩这边聊？啊，好。爹，我很有用的。这些时日，我一直潜伏在北齐都城。你去北齐都城干什么？掌管一众暗探，主持密报，收集。真的？真的呀，爹，我潜伏至今，毫无破绽。北齐这是要亡了？那倒也不至于。爹，您说这话就有点太不信任我了。这么些年了，你还是不了解我的才华。哎，爹，怎么了？竟然不是做梦。我这也是精神不济，大白天的就睡着了。不过也好，又能在梦里见到你，娘心里还是欢喜的。娘，您没做梦，我真回来了。他们可别这会儿叫醒我。娘，真不是梦。娘，您打我干嘛呀？梦里不会疼，你疼吗？疼啊！儿子，你真回来了，太好了！不是，那您做梦您打我也不管用啊！哎，别，娘，真疼！您别哭了。回来就好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不用了，不能让他们知道我这回是偷跑回来的。原来长公主和二殿下才是同盟，这真是没想到啊！爹，二皇子跟范闲不对付，这次春闱是要给他下套。你帮帮他，他答应了，事成之后立刻放你出去。郭先生这是做什么？感谢小范大人救犬子一命。哎呀，不是救我，是救你。哎呀，我出不出去无所谓，只要能救犬子的命，就是让郭某赴死
也是理所当然。我说话算话，一定救你出去。方才听闻小范大人说，郭征送了你本册子，可否让老夫过过眼啊？爹，怎么样啊？这上面诸多细则倒是没错。那要按照这上面说的，范闲就能把事儿办好了？春闱上细则之外的规矩，这上面可没提呀。那他们就是要害你。这个郭征到底是谁的麾下呀？从往日看，并无头效之处。藏得深。哎呀，爹，那就别管他了，你快点把这个规矩跟小范大人说一说。事成之后，他还要救你出去呢。规矩不急，老夫问一句，这次春闱，小范大人有多少门生啊？我哪有什么门生啊？一个都没有。我年纪轻，也做不了做事。与考生无来往，这是好事，省了很多麻烦。小范大人，是不是想到什么了？前几日倒是见过几个考生，只是见。一起聊了会儿天儿，喝了酒。那就是门生了。可他们并不知道我的身份啊。那不重要，在其他人眼里，那些考生已经算在你门下了。哎呀，爹，你别管什么门下不门下了。庄莫涵庄大师都已经把自己的书送给他了，他现在也是文坛传承，有几个门下很正常的。你别打岔。哦，小范大人，春闱上考生们最痛恨的是什么？舞弊营私。你的门生就是营私的门路。可是范闲他又没打算舞弊营私，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有些事他自己不想做，会有人帮他做。为什么要帮他呀？你是怎么在北齐潜伏下来的？爹，我朝春闱跟北齐又有什么关系啊？姨娘，司者，哥，你们找我有事儿？干嘛呀你？别架着我呀！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不要放开我！这还憋着跟范闲争家产呢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那都什么时候事儿了？现在都一家人，娘有事求他。求他别害他呀！什么害他呀？司者说的对，您是长辈，您跪我这儿让人瞧见了，可不是害我吗？啊，不是，就咱们仨，我这又没人看见，偷偷。我嘴太快了，娘，我真忍不住啊！哎呀，哎，姨娘，咱都是一家人啊，有什么求不求的，有什么话您尽容说。咱不坐着说啊！来，娘，来，姨娘，喝点水。哎，谢谢哥。怎么说呢？你看吧，姨娘我年纪渐渐大了。啊，姨娘永远年轻。你这孩子这么会说话呀？思哲要跟你一样就好了。他这孩子吧，从小就淘气，我有时候看着呀是真烦，可是看不见吧，
我又想他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上辈子欠他的。姨娘这是想说，能不能不让他去北齐了？姨娘放心，这次思哲回来本来就没想让他离开京都了。真的啊？您还没问我呢，我要去北齐。范闲都说你不用去了，不是他让我去，是我自己想去。为什么呀？这次北上吧，其实我见识了不少，虽然是有些危险，也有点苦。所以你别去了呀。娘，你让我说完。但是我找到了我活着的意义。您看，过去我在京都待着，是又安全，也吃喝不愁，但是天天吃喝玩乐的，那活着有什么劲呢？我这回去了北齐，我感觉自己好像还有点用，虽然就帮庆国帮了这么一点点儿，但我觉得也够了。我不想再回到过去做那个无所事事、无人在意的范思哲了。那，你还去北齐？嗯，去做什么呀？我过来跟你说，哥，我听说你接管内库之后要和北齐通商，有这回事儿？这主理人想好了吗？还没想呢。我帮你想好了。为什么想走这条路啊？我是庆国人啊，这不是为庆国出自己的一份力吗？还有吗？也想给我个人争取一点点小利，我想挣点小钱。那我问你啊，为什么我选你啊？那你干嘛不选我呀？打虎亲兄弟呀，咱俩这关系交给别人你放心。反正交给你，我是放心。关键看姨娘答不答应。行。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呀？您这是同意了？我也想看你长大嘛。行，那我收拾收拾，我明天一早我就走。哎，不急这一会儿，春闱之后是我跟你嫂子大婚，怎么着你也凑完这个热闹再走。行行行，那感情好。那春闱什么时候？完了，好紧张啊！昨晚都没怎么睡着，你这鼾声比炮仗都响，是我一宿没怎么睡着才对啊。侯兄，我现在好像达到一种境界。你看我在家时，这书背得挺好，走了一半忘了一半，到了这儿全忘了。清醒一点呀，要考试了。张嘉林呢？啊，他说他去买面饼了，让咱们先走。哎，慢点。真多呀！蒸馏，同父龙门。是啊，这条路的尽头就是天下所有读书人的希望啊！抱歉。来。侯兄，我觉得你睡得挺好的啊，还有劲儿喊呢。不是，被挤精神了吗？抱歉。小范大人，郭尚书怎么出来了？时辰快到了，考生们就要进场，都不容易啊！一生苦读，就为了拼这3日。这3天内，考生不得离开考院，所以被褥吃食你都带着了。平时辛苦啊！这东西带得多了，夹带小抄的机会也就多了。小范大人，掌管入院稽查一职，这头一关是重中之重。郭某不太放心，想过来看看，怕你忙中出错。郭尚书这为人也是没得说，提携后辈，理所当然嘛。靠，你又在这儿画呢？时间来不及了嘛，这得抓紧纪念一下。你放心，我查过了，既不违律法，也不犯规矩。郭尚书真是守规矩，读书人嘛，总是有分寸的。大人，这是工作日志。郭大人，这个造型正白，更有力量感啊，是吗？力量、情绪、
重要的是情绪。都这个时辰了，考生怎么还不来？小范大人有所不知啊，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，这个时候考生们都忙着过这个龙门桥呢。龙门桥。来了。诸位早上好，我是范闲，是小范师先，未来的文坛宗师啊。今日是春闱的日子，范某在这里祝愿大家，拿着智慧库的金钥，带着万卷书的头脑，顶着自信的光环，踏着好运的滑板，一路扬帆起航，驶向春闱那成功的彼岸。加油，雄起！祝福的话说完了，范某有一点丑话，也要说在前面。今日春闱，范某领了入院稽查之职。诸位身上要是有不该带的东西，烦请入院之前扔在此处。谁要是进院之后被发现了，一律取消春闱资格，绝无转还余地。范某，拜托各位了。排队啊，一个一个来，东西准备好，查验身份。好嘞。下一个。这边排队。你的东西拿出来。郭尚书怎么能一直站着呢？来搬把椅子。不用，换动作，还得重新画。一个一个来。小范大人，你忙你的，我这看看就走。郭尚书辛苦，应该的。用心查仔细些。哎，好，下一个。都来排队啊！一个一个。机长和嘉玲呢？东西都准备好。在前面的吧，丢不了。查验身份。赶紧进吧，没瞧见小范大人。下一个。来，东西放这儿。还真有人夹带小抄啊！
咱是不是来晚了？瞧不见小范大人了。进门就瞧见了。又是个藏小抄进考院的无耻之徒，活该，书都白读了。哎，就到我们了。听说小范大人会亲自稽查。哎，你说那诗仙，他得长什么样啊？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大人，先生知道错了。转过去。好，这边走。飞猪放这儿啊。哎。来，往前走。敢问兄台，那边坐着的那位是何人啊？你连范闲范大人都不认识？他就是范闲。哎，飞猪放这儿。话。转过去。我眼花了，这不是跟咱们聊天的那位公子吗？他竟是小范诗仙。哇，真是他！去！下一个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菜饼。大人，这里没有纸条。这里怎么可？出去，走。我没带小抄。这是什么？胆子真大呀！是不想考的呀。回大人，学生不知。学生当真不知此事。我作证，杨兄才学非凡，绝不会有此等卑劣之行。叫什么名字？哪里学子？学生杨万里，泉州人士。杨万里，正是。小范大人，这不是你的门生吗？范闲跟他们见过面。看来这4个就是小范大人看好的了，不被几个人给入手。 4个都下手，那就过犹不及了。挑1个。杨万里，小范大人的学生不是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我觉着吧，春闱应该干净，是得干净。那就按规矩办。那就好。好，撤销泉州学子杨万里春闱资格，赶出考院，礼部记当，永不录用。不是我准备的，不是我准备的，不是我准备的，不是我准备的。我上书恕罪。恕什么罪？回上书，这东西是我方才偷偷塞进去的。这东西是你塞进去的？正是。为什么呀？在下从小读不进书，没前程可言，心里不平，就想坑个学生玩玩。什么叫玩玩？你想坑人？小人心眼坏。那怎么又站出来了？我看那个学生有些可怜，突然良心发现了。这不是纯胡扯吗？回上书，句句属实。此话谁能信？上书，别生气啊！一把年纪了，
再气坏身子。小人好惭愧。你先闭嘴。好嘞。小范大人，杨兄绝不是这种人。郭尚书，礼部的规矩我确实不懂，能不能多问一句？请讲。您刚才说要把这考生逐出考场，礼部记党，正是如此。那这罚的可够重的。请问他犯什么错了？夹带小抄，人品低劣。哪有小抄啊？小范大人，这众目睽睽，那是我干的。闭嘴。好嘞。您说这个呀？这要定罪的话，这就算罪证。要不，咱把罪证打开看看？当然得看，必须得看。我也想看看，这都写的是些什么？肉饼2钱1个，面饼1钱2个。哎呀，这饼价也是圣贤定的。哟，这卖的还挺全乎，还有卤菜。既然是饼价，为何藏于篮中？这篮子里装的什么呀？这篮子里装的才……啊，那有没有可能是店家不小心掉进去的？又或者是我记错了？这肉饼2钱1个，确实是上古奇书圣贤所言。要不郭尚书再查查？哎，3日用餐不可油腻啊，你得吃面饼。学生受教了啊！快进去，进去。上！你又是怎么回事？回大人，我睡糊涂了。胡闹！春闱稽查何等大事？罚你1个月俸银。小人认罚。郭尚书觉得呢？小范大人，这边的事儿您多费心，我还得去考卷那边看看，累呀，闲不下来，闲不下来。郭尚书辛苦，郭尚书好走。谁教你的？回大人，小人是凌相麾下。凌相的意思，春闱若有麻烦，小人替大人接了。你自己的命不要了，用兵一时。回去转告师伯，回护的心意我领了，春闱的事儿我自己接着。大人，邓子岳一路上暗中护着几位学子，只有杨万里被塞了职。谁干的？谢必安。那就没错了。郭征是老二的人。我这不是被挤进去了吗？抱歉。郭征手段可是够恶毒的。这才刚开始，还有3天，咱们好好陪郭大人玩玩。考院考的不仅是你们的才学，也考你们的人品。我祝各位
前程似锦，也劝你们好自为之。时辰到。哎，程嘉林呢？在东二啊。停一下，这是要做什么？大人，该发蜡烛。小范大人如今声名玉隆，权势滔天，对你弄点小麻烦，影响不大。想要你身败名裂，必须是大麻烦，而这第一件事就是火。考院内由礼部向各号房分发蜡烛，以职责而论，这件事必定由你经手。众考生挤在一起，若蜡烛动了手脚，什么后果？火灾。若几间号房同时起火，搞不好就是一场惨剧。想要毁了你的前途，就得要这么大手笔。我有本，先别发了，别发了。考院巡查防火一事是重中之重，而郭征在这册子里却轻描淡写，一笔带过。我猜，这就是他给大人设的陷阱。这边也都有火油。哎，大人，这即使掺了火油的蜡烛，那点着了也不过就是冒几个火星子啊，燃几个小火苗，它也不至于引起什么大火呀。不对，那要是考生在休息没盯着火烛呢？哦，那倒是。你想想，这考生们用火烛是做什么？那自然是因为考场内昏暗，把这火烛凑近考卷，照亮考卷之用。对喽，所以这火不用大，把卷子烧了，不就事儿大了吗？哎呀，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啊！听见没有？这批火烛不能用。大人，可是现在去哪儿搞这么多火烛啊？
3日之内，所用火烛皆由监察院提供。还有啊，把这个麻烦转交给尚书大人。辛苦了啊！入库账册什么意思？监察院的人说，我监察院为考生们提供火烛，此乃大善之事。但是呢，咱们在商不是在官要严官啊。最重要的事情呢是要守规矩。这春闱本是你礼部的差事啊，那这火烛之钱也应该由你礼部来承担。当然了，既然是大善之事嘛，这火烛之价钱呢，可以给你减上1成。什么叫在官严官？哪有这种词儿啊？再说这火烛，这监察院要插手了，咱们不是准备了吗？小范大人也有传话。郭尚书，这几日啊，范某心血来潮，掐指一算，您猜怎么着？火光之灾不吉利啊！我就想着把这些蜡烛全换了，用我监察院的，到时候再出什么问题，都算到范某头上。当然了，您要是不愿意的话，咱就把这礼部的蜡烛检查一遍，但凡没事儿，咱就用回去。您说好不好呀？这掐指一算，是有点胡闹了。再说了，人家都说血光之灾，哪有火光之灾这一说呀？大人，要不咱们就按照小范大人说的，自家蜡烛再查一遍。这小范大人也是忧心国事，本质是好的。那监察院的蜡烛用用也行，那还得再付一笔银钱呢。照付吧。哎，等等，这不是说好少1成吗？这怎么比原价还贵了？还有运费呢。也不能耽误了考院学子，不是？就照着办吧。来啊，这是你的，谢谢。小心用火，手啊。好嘞，注意安全。这是你的，谢谢，多谢。小心使用，谢谢。小心火烛啊！来，拿好了，好，小心用火啊！来，注意安全。谢谢，谢谢。除火之外，还有个水。考院内的清水是为考生而备，既是饮用，也为防火。若是这水有问题，那全部的考生都逃不掉。大人，这水里有毒？那不至于，那就好。水放了很久，已经腐坏，绝对撑不过3天。按大人的吩咐，医术的水缸已经抬过来了，全换了。脚步倾斜啊！这次就别收运费了，都听大人的。大人，这火烛的事儿，咱不给他弄大了。几只火烛被动了手脚，算不得什么大事。这种麻烦要等大火起了才算致命。那大火要是真烧起来，那就全完了，可不是吗？那他们就不考虑考虑啊，这些学子们的性命吗？你觉得呢？真奇了怪了，他们平时还有脸说什么父母官、父母官？我本来觉得自己心够狠了，没想到他们才是高山仰止。哼，这种高山呀，垮了才好。再想想，还有什么疏漏？水火咱都排除了，衣食住行、吃喝拉撒，这吃喝呀，都是考生们自己带的，他们不可能一一去做手脚。
这是干什么去的？这是出大宫去茅房的。不是隔间里边都摆了马桶吗？以前是都用马桶，可是毕竟这考成为3日，气味难闻，影响这些考生的发挥。又是小范大人的主意，大人，这确实有点莫名其妙了。就说人手不够，来不及。他从监察院1处调的人，根本没找咱们。考院重地，不得擅入。大人，监察院监理天下，按规矩，他们连考生都能当面带走。那你还跟我说什么？他请大人调礼部库房的木料和砖石。那是金丝楠，是金砖，见什么茅厕？他说是夸张了点儿，但是什么？但春闱由礼部操办，人他可以出，材料得由礼部出，这样才叫不违律法，不犯规矩。啊，去下去！规矩是，得按规矩办。大人，老邓他们新修的茅房修好了，绝对不会影响春闱。大家辛苦了。这想起来就后怕呀！啊，你说他们多阴损呐！啊，在这茅房里边加火油，这天黑下来，啊，学子们拿着他们给这蜡烛，但凡一个不小心，那就是一场大火呀！老王啊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就那种地方，不光着火，它还能炸。你说这地方它要是炸了，那不得在史书上啊浓墨重彩的写上一笔：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啊，由范闲范大人主持的春闱啊，众学子葬身于，这多丢人呐！这个还有3天，无论如何，我会护住他们安全。他们的命，父母官不在乎，我在乎。父母官不想保，我来保。哎呀，可惜您为他们做了这么多，他们却全然不知啊。好人好事不留名，还请叫我红领巾。哎，不，大人，您刚才说什么巾？红领巾。蜡烛和饮水都换了，连茅厕都现搭了一个。郭尚书还收买了几位考生，3日内找法子再构陷范闲就是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水火不起，终无大事。范闲这圣恩啊，没有几10条人命，压不下来。好歹也敲打敲打。既然敲不死，何必枉费心机？让郭征收手吧。可惜了这上好的机会。这事儿啊，有蹊跷。郭征的手段换我，搞不好也要被坑了。范闲奸诈？不是，这些细碎小事，也只有礼部打磨多年的老人才能够瞧得清楚，要不然谁会查看蜡烛饮水呢？礼部有人帮他。会是谁呢？
这小范大人做事啊，确实细致，监察院都来帮手。哎呀，这3天是滴水不漏，毫无意外，可喜可贺呀！我也早就看好小范大人。郭尚书慧眼识珠啊，礼部有了郭尚书，便如大旱遇甘霖，枯木又逢春呐。卷子收上来了，哎，一切顺利。接下来就是无名誊录，哎，绝不出意外，尚书大可放心。小范大人，好，这几天您可是辛苦了，不如先回府上休息吧。那可不行，我还得监督这个胡明抄录，陛下给的差事可不能懈怠。哦，能者多劳。所以这就是胡明。对，人名胡住，方可秉公执断。那边就是抄录，所有的卷子我们都会统一抄一份，毕竟字体这东西啊，也容易泄露身份。细致。抄录完毕，再送去阅卷，仅凭才华取胜。我要是想做手脚的话，该怎么做呀？小范大人说了什么？我是在说呀，我要是想在这胡明抄录上做手脚，该如何行事啊？小范大人，这个玩笑可不敢开啊！我不做这事儿，我就是好奇。那绝无此事。咱不聊现在，以前也没有管。不拿我当自己人，真的没有。我怎么听说这胡明的纸条有长有短呢？长短不一，也是标记。那边抄录去对吧？然后抄录这边也能在纸上沾些墨迹，这样阅卷的人见了也就心领神会。绝无此事啊！小范大人这是在哪里听闻的？都是传闻。当然了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绝没有做这种事儿。毕竟谁也不想死。开个玩笑，各位好好工作，我学习学习。郭征传话，
范闲对礼部手段了如指掌，本来想着让帮一把殿下门客，如今看来不太方便。什么门客？我哪有门客？明白了，只有考生，没有门客。春闱嘛，干净一些，其实不错。谁都别插手，各自看命数。我这就让人转告国丈。师兄、杨兄，怎么起这么早？哈，习惯了，这时辰一到就睡不着了。师兄，都考完了，怎么还看书啊？老兄啊，你看，就这句，当时死都没想起来。好了，考完了，不想了。哎，程嘉林呢？啊，3天考完，精疲力尽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是啊，这3天真是如脱胎换骨一般。是啊，师兄，你有些奇怪啊。侯兄，什么味道？你好香啊！师兄好鼻子啊！又有吃的。当然，侯兄真的是有心。鸡呀，烧鸡哎！你哪儿来的？昨天晚上就备好了。本来想着咱们考完啊，庆祝一下，结果你们3个睡得跟死猪一样。多谢侯兄这些时日以来的充饥之恩，千机散尽还复来。侯兄，小范大人的诗不是这么用的。好了，赶紧吃吧，快馊了。来，我来分。谁曾想，那晚请我喝酒吃肉的，竟然是小范大人。可不是嘛，这谁能想到？是啊，当时我知道的时候都吓了一跳。说起来，进考院那会儿，他菜饼里被寻到纸条，我当时都吓死了。还是小范大人还我清白。哎，咱们4个是不是应该去拜访一下小范大人啊？为何呀？现在街上满是传闻，咱们4个应当是被当作小范大人的麾下门生了。可我们自己知道，我们不是啊。那莫不如我们顺水推舟？你的意思是登门拜师？小范大人的才学，做我等的作诗绰绰有余吧？能拜小范大人为师，好啊！当然。可现在去，不就成了走门路了？是啊。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对呀，身要正，影也不能斜。啊，我们可以去拜访小范大人啊，但不是现在。何时啊？就算要去，也要等到发榜以后，尘埃落定，才好相见。可，就是这道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给嘉林留点。我是程嘉林。走开。哎，也不知道小范大人此时在做什么呢？大人几天几夜没回府了，家里人都惦记了。那不行啊，这阅卷我得盯着，想要干净啊，就得费心。这回全完事儿了吧？几日辛劳，阅卷审完，现在就等放榜了。这一次啊，别的不说，称得上干净、公平。同福客栈那4位怎么样啊？石产力落榜了。啊？大人没帮着给？公平就好。其他那3位呢？不出意外的话，那3个人应该都在榜上，尤其是杨万里。
文章不错。嘿，大人这眼力啊，那就是超群啊！一共见了4个，这就中了3哈。要早知道啊，王某也应该去考上一考。兴许就着大人这鸿福啊，王某还……你这脚底下能不能有点动静啊？启年兄，这是小范大人的饭呢。啊，那启年兄，这又是……哎呀，这个肉啊，你知道啊，这是我家爸爸最喜欢的啊。哦，明白了，启年兄这是在偷小范大人的肉。这怎么能叫偷呢？你想，小范大人正在休息啊，他不吃这些菜了，这菜啊不能够，对吧？那也不能这样吧？不是，这菜如果没有人吃啊，就会被倒掉，那不就是浪费吗？但是浪费总是不好的吧？倒也是。那我这么做，它有什么不好的吗？启年兄，你这么绕我，这个事情就分不出是非曲直了。哎呀，好了，哎，坐，哎，一块吃，别客气，好吧？这样，我请你啊，尝尝小范大人家的饭啊，来，尝啊，这个肉呢，啊，给我家姑娘留着，咱们把这个麻烦的啊有刺儿的鱼，咱们把它吃啊，来，那可是启年兄。你让我吃的？哎呀，我让你吃。哎，你尝尝这鱼眼睛啊！你平常看文书看的太多，补一补眼睛。哦，哎，及时，那我就尝尝，怎么样？鲜美。哎，好吃不好吃？好吃，自然是好吃。要不然你看我都长胖了。哎，你再尝尝这个啊，启年兄。小范大人，这还要睡多久啊？你有事啊？是，这不是礼部那边吗？这个会试的榜单已经下来了，按照规矩放榜之前，得咱们先过一遍。院长看不就完了吗？那院长让我送来给小范大人，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？让大人多睡会儿，咱们多吃会儿，不好吗？来。你尝尝这个啊！哎，对，我先尝一口啊！嘿，好吃，尝！味道怎么样？非常特别的味道。此为何物啊？酸辣。大人想了。没事，接着吃呗。你看我干什么？老王也别装傻，嘴上酸奶都没擦干净啊！大人何为酸奶呀？有事儿啊？这是会试的榜单，院长让我送来的。你们吃你们的。啊，我先找着我那筷子去啊。哎。行了，你接着吃吧。哎，怎么了，大人？杨万里落榜了，这上面没他名字，是不是犯什么忌讳啊？老王，吃完饭陪我去趟礼部。哎，不吃了。
就别跟这儿绕了。哎，大人，怎么样啊？翻了翻沈国的卷子，高中那一批里边有杨万里的，不是胡明了吗？考院里边看过他写的策论，内容我还记得。那是谁抄名字的时候抄漏了？不是，卷子的内容是杨万里的，但名字改了。要个公平，这么难吗？这得查呀，大人，看看是谁顶替了杨万里。不用查了，这名字我认得。认呐？到时候这几个名字帮我扫一眼。殿下是想要我做什么？抄录的时候什么都不用做，就足够了。顶替杨万里的名字就在其中之一。太子门生。敢问大人，除了他还有没有其他人？就他一个，除他之外，其他名次一切正常。大人，一定要慎重，一定要慎重。二殿下已经与您心生嫌隙，此时如果再与太子交恶的话，此事要好好想想。不用想了，我这个人说了话就得算。什么话？这届春闱要干净。老邓，你带医处的人把这儿给我围了，没我的手令，谁也不许放榜。领命。王启年在呢。去东宫。殿下，范大人不请自来了。为何不早禀报？快！说，您要的知医今天也好了，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谁安排的呀？您安排的。小范大人，这么匆忙的来找我是为何事啊？来，里边请。原来范兄是为此事而来。这是特意让你瞧瞧，喜欢哪身啊？我又不懂这些，这是哪个铺子的手艺啊？我做的。殿下啊，随便画的，寻制衣的来做。设计师啊？什么师？啊，没什么。这怎么都蒙着面啊？面相看不得，气质都对不上。懂了。殿下这些衣裳是为谁量身定制啊？不为谁，瞎胡闹。水平很高，不算胡闹。我就欣赏你这一点。这要是换个人，就要劝我专心国事了。人嘛，总要有些闲趣。对了，这春闱榜单冒名顶替之人，的确是我门生。但是我说此事与我无关，你信吗？当然信。要是殿下做的，绝不可能只换一人，也不会专门针对杨万里。这分明是有人从中挑拨，引你我相争。看得准。范闲把考场围了，全城都惊。然后呢？然后直接去了东宫。难道是太子在榜单上动了手脚？太子可不傻，奇了怪了，陛下都开口了，谁会在这个时候动春闱？那除了我二哥，还能有谁呀？不像是他的手段，太直白了些。是谁可以慢慢查，但是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收尾啊！
好歹是我门生，不如将错就错。这样，姚万里那边呢，我保他1年之内入仕途，怎么样？假如将来有一日有人将此事移交圣驾之上，参殿下一个春闱舞弊，结果会如何？岂能授人以柄？还是你看得远？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忍了。岂止不能忍，还得闹大点。怎么闹？闹到监察院吗？这是春闱考院，是礼部直属之地。你等拦在此处，若误了明日放榜，谁来领罪？监察院一处邓子越愿担此责。哼，监察院什么时候把礼教法度踩在脚下了？刀剑无情，还望尚书大人自重。我倒想看看你这刀剑怎么无情。诸位同僚，我一处经年守礼，了然人情世故，可是监察院有必要了然人情世故吗？咱们手上这把刀可不是摆设。那我就要看看你怎么收场。诸位同僚，小范大人为众生封考院，此等风范天下少有。他说的都是真话。邓某此前终日浑浑噩噩，得过且过，可以说是耳聋眼瞎。但小范大人来了之后，一处不一样。我相信一处一定能像从前一样，行使监察百官、震慑奸佞的职责。故此，邓某此生决计追随小范大人，还请诸位同僚此后行事对得起身上这身官袍，对得起大庆。对大庆。入宫见驾，小范大人和太子殿下。正是如此。为了什么？听闻是为了春闱舞弊。本届春闱。小范大人都已经把考场给围了。这种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街巷满是传闻，小范大人要为天下学子求一份公道。不愧是小范大人。哎，不过你怎么老能听到这街巷传闻，我怎么就没听到？街巷传闻谁传出来的？街巷传闻嘛，那谁知道啊？春闱舞弊何等大事，这么快街巷便有传闻，这事儿不合理啊！也许是小范大人自己做的，借民心为弊助，有道理。若不是监察院，消息哪会传这么快？这样一来，那就只能勇往直前，再无退路。我怎么觉得这一步一步是什么在把他往前推啊？谁推他？为了什么？扑朔迷离，瞧不清。侯公公呢？回大人，陛下那边走不开。贵姓？可不敢言贵。小人红烛。年纪轻轻就能替侯公公当差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多亏了简书司戴公公美言。简书司？就是给大人行贿3000两的戴公公。戴公公犯下大错，宫里最后问他谁适合接掌简书司，他就说了我的名字。等等，你们二位什么关系啊？回殿下，非亲非故，就是替戴公公捡了次鞋。那这么说起来，你应该怪我。该谢大人。谢什么？若不是戴公公倒了，我哪有接掌简书司的机会？若不是接手简书司，哪有被侯公公赏识的可能？说到头，都该谢范大人。有没有人跟你讲过，宫里说话不该这么直白？
大人才华经世，如今又为天下学子毅然入宫，小人感佩至极，心绪难平。你怎么知道我是为了天下学子而来？大人所言所行，传闻已广，满城皆知，叫人钦佩。是你故意放出消息造声势，手段高啊！没事了，带路吧。启禀陛下，太子求见，范闲求见。儿臣见过陛下，见过陈院长。陛下和陈院长要是有要事商议的话，臣可以先告退。没有商议，送东西。陛下，范闲有大事要向陛下禀报。他有大事，你干嘛来了？此大事跟儿臣略有关联。那你就说呗。是，这春闱榜单被人动了手脚，本该上榜的学子换成了儿臣的门生。春闱舞弊事关重大，这分明是有人在栽赃陷害儿臣。儿臣委屈啊，所以儿臣以为此事应该严查。你觉得呢？陛下，臣觉得此事荒唐啊。范闲，春闱稽查是你领的差吗？是我的差事。那你就应该把这个差事办完。考院医处已经查封了，榜单也会修正回来，只是到底是谁动的手脚？该查下去吗？你们觉得呢？春闱科举是国之命脉，臣觉得该查。那就查呗。谁来查？年轻人，你们应该多做些事情。该查多深，敢查多狠。这些都是5年来举证春闱舞弊的折子，到现在没有结果。为什么？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没人敢查呀。因为查出的结果牵扯多少人啊？到底该查多深？该查多狠？该查多严？不敢呐，到现在也没人敢查。臣胆大妄为。你查？你要知道查出的结果，你受得了吗？臣自己接着。看好，有这许多折子，整顿吏治，义不容辞。查。
该查。往年的案子，你查他错谁了？赤胆忠心呢？啊？不查不行啊，殿下。这台阶也起了，名声也立了，没退路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陛下和陈院长想让你查？谁说不是呢？苦差事，得罪人。我得罪的人还少了。哎，你不容易啊。母后召见我，你先行一步吧。好。方才多谢洪公公提醒。借一步说话，请。有话说。你这是哪出啊？小人原本姓陈，是颍州人士，被贪官迫害，夺我家产，全族灭门。小人侥幸逃得性命，无处可去，才入了宫。哪个贪官？就是如今的颍州知州。颍州知州。恩公惩贪除恶，如今这贼人依然抄家入狱，被判了斩立决。若不是恩公出手主持正道，小人的血海深仇，绝无得报。这陈院长查的名册，督察院办的案子，怎么写到我头上了？小人虽然愚钝，但也明白是恩公在推行此事。我不信。你这身份，如今宫内几人知晓？入宫之时，登记在册，我是胶州人士。在这宫里，我只姓洪啊。本族往事无人知晓。洪字怎么来的？入宫时遇到一位姓洪的老太监，对我有所看顾，我便也姓了洪。从今往后，我便只在心中记得大人恩情，除此之外，绝口不提。先带路吧，好多事儿要忙呢。大人请。范闲把金榜换名的事捅到圣驾前了。那不止，陛下把这几年的舞弊案都丢给他了。可金榜上冒名的，毕竟是你的门生。母后，我觉得范闲说的对，这事不是我安排的，终究是隐患，莫不如光明正大。至于门生嘛，也不差那一两个。话是这么说，终究落了你的脸面。我哪有什么脸面啊？你是太子，正因为是太子，才要不得脸面。人呢？啊？人？不是都让老邓带着去封考院去了吗？你瞧这脑，哎，给我吧。别，大人，我不累，我都抱会儿宫里的东西。还得辛苦你去给邓祖岳传个话，春闱放榜，一刻不能耽误。
哦，那榜单呢？自然要把杨万里的名字改回来。那谁改？不会吧？不是，这么多字儿啊！啊！咱不就把这个名字一划，写上杨万里3个字不就行了吗？哦，道理倒是没错，毕竟是金榜嘛，直接在上面修改涂抹，有失体统吧。是啊，可是这万一我错了一笔呢？祁年兄，凡事还是多往好处想。有什么好处啊？比方说，手抄金榜者，从古至今唯祁年兄一人耳。那是啊。可是我这，不，这万一错了，哎，老邓，还是你来吧。哎，使不得。大人是吩咐，您错了。不，你的字儿比我的字儿好。那我命也好呀，我不用做这事儿。按理说，此事该当礼部的人动手才对。大人说了，这放榜之事啊，年年都是礼部来做，他们也累了啊。今年呢，就让咱们医处替他们分担了。可也用不着这么大一张榜。大人还说了啊，这届春闱啊，要的就是个公平。之所以用这么大的榜，就是要昭告天下，公平。对。那既然这么重要，应该大人亲自提笔才对。你这话能不能过脑子啊？大人那笔字儿，啊，哎呀，确实是，大人亲笔的话会伤了自家颜面。哎呀，再说了，大人现在正忙着呢。陛下把这些年的春闱舞弊案，都扔给大人了，大人正查案呢。哦。都是些陈年旧案呐，从何查起？不是你能不能不说话呀？我这万一写错了呢？我也是担心大人嘛。在牢里查。牢里？哪里的牢？咱医处自己的牢里，别说话了，行不行？哦。哎呀！哎呀！看看歪没歪？祁年兄，无从判断呀。这看不出来吗？委实看不出来呀。就这么着吧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陪我爹呀。
不是，我是说一处的地牢你怎么进来的？我跟王启年说了，老王就让你进了。一开始不同意，然后呢？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我回来京都算不算是暗中行事啊？那当然算，他也是这么说的。然后我就问他，那既然是暗中行事，目的不就是不被别人发现吗？那我待在地牢岂不是很合适？你这什么话？居然很有道理。然后我又跟他讲，我说范闲求我爹做事，事成之后，万一他要杀人灭口，我要是跑了不合适啊。所以我要跟我爹待在一起，待在地牢里。如果你真的要杀人灭口，大家都方便。爹，然后王启年就让我进来了，喝茶。你就不怕我真的杀人灭口？你不是那种人，这么信任我？也没有什么信任不信任的，我就是想跟我爹待在一起。老夫也要感谢小范大人，把我从刑部调到一处，在这里住着舒服多了。待几天就放你出去，放心，不灭口。其实这些案子我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。能查吗？查是能查呀，但是查完了又能怎么样呢？说到底，能往城卫里塞人的就那么几个：太子、皇子、长公主、林相、陈院长，还有军部老秦家，这几个哪个能治罪啊？放心，我不傻，没想要把这些大人物拉下来。小范大人明鉴。背后的动不了，还有办事儿的。从中调停，收取钱财，这样的官员也不在少数。动一批吧，最起码几年内让动了心思的人知道害怕，这样公平多少也能保住些。要查办事的，差不多都是礼部的。礼部清官多还是贪官多？大人，你觉得拿多少银子算清官啊？郭先生莫开玩笑，是大人先开的玩笑。那就一个一个查，犯错的都不放过。那既然这样，我给你列个名单。这些人办事毛躁，从他们开始会简单些。麻烦了。其实这案子最重要的是那些苦主。什么苦主啊？那些被诬陷的、被收买的、被改名换姓的考生们，他们就是苦主。办案嘛，总得需要原告嘛。多谢郭先生提醒。不要谢我，是天下学子该谢小范大人。严重吗？扫清积弊，还天下读书人一个公平，再怎么谢都不算重。谁找我？在门口。小贤贤，太保，快进来！你出来吧！你进来！你出来嘛！你进来吧！哎呀，你就出来吧！你进来我就出去。我进不去，你快出来嘛！快！刚才叫你进来，你怎么不进来啊？不行的，这里是你办差的地方，如果我进去做错事的话，别人会笑话你的，你就该没面子了。胡说，谁敢笑话你？进来看。不行啊！我就来看看你。谁带你过来的？袁袁先生啊？啊，就他一个？袁先生陪着，爹放心。那肯定的。小贤贤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爹要请你喝茶。
世伯要是找我，随便找个人叫我一声行，干嘛还让大宝亲自跑一趟？大宝他自己也想你啊。大宝性子纯真，难免会受欺负。以后麻烦小范大人多照应着点儿。话里有话。大人，您想多了啊。老夫还有些杂事要办，麻烦小范大人陪着大宝回府。你忙你的。放心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护着大宝。袁先生今天怎么回事？古古怪怪的。是不是因为他的唐人太小了？有可能。陛下让你查近年春闱舞弊，消息传得这么快？不瞒你说，这些年往榜单里塞人的事，我确实也做了不少。真要查，第一个查我就行。别看了，没试探。说真的，这能怎么真啊？你接手此事，转眼间全城传遍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陛下要让你借机扬名，为接手内库做准备。我知道，今日上殿，陈院长提醒我了。那你怎么办呢？真要查，查谁？查谁都是祸事，不小心就会树敌无数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就查我算了。我提前弄几个人，到时候扔给你。一来给陛下有个交代，其次我能替你护着点儿。做官嘛，过于悍勇，下场堪忧。世伯真是如同蜡烛一般，什么东西？燃烧自己，照亮了我。乱七八糟，什么歪理？还没来得及谢过世伯，春闱那天，你也替我考虑着。你自己做得很好，我的这些安排，你都没用着。这份心意一时难得。我这个位子，一人之下，既然能护着你，就多护着些呗。啊，总得给你些时间，待你抽枝发芽，亭亭如盖，就该靠你护着林家了。绝不相负。也不必如此认真，我也不会这么快就退。你且安心，万般烦扰都有我在。哎，这袁先生去哪儿？我等着他下棋呢。要是我悔一步，这盘棋我还能赢啊？袁先生不是办事去了吗？办什么事啊？不知道，不是你安排的。去见男的还是女的？这我哪知道啊？这个袁先生，瞧上去一本正经的，我早猜他道貌岸然了。哎，你说他会不会在外边藏着个偏房啊？你有没有偏房？没有，我心里只有板儿。死离离没有，海棠朵朵没有。哎呀，还有那抱月楼圆梦，这个真没有啊，这个真没有。前面两个也没有，师伯您这套下的也太快了。
终于来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至于吗？当然至于了。那么大一张榜啊！我这一笔一画都不敢错呀！哎，这要是有点儿，哟，您给这么大一点呢？哎，我这一下就好多了。哎，全抄完了？哎呀，抄完了，总算是把杨万里这名字呀给改进去了。那就好，明天照常发榜。不，您不看一眼呢？没这必要。不是这么大的事儿，信得过你？哎呀，就大人这话啊，王某就像是，沉舟处见浮木，寒冬中遇暖阳啊。行了行了，少点套话。哦，大人，您让我查颍州的案子，查清楚了，这当年呀，的确是陈家被灭满门。知道了。还有，就是您领旨彻查舞弊之事啊，这已经在这坊间都传遍了啊。您，小范大人啊，现在在这读书人心目当中啊，那就是济世之才啊，亘古之光啊。有点过了吧？就是这些传闻呐，它好像都是从咱们院里边传递出去的。那就是陈院长的差事，陛下的指使。哎，大人，您说这是不是想借春闱之事，让您领袖文坛呢？我是真看不出来，我这样一个孤臣，却养这般的名望，陛下到底是想做什么？老王啊，平时遇到其他人，我觉得自个儿挺聪明的，可唯独遇到陛下，是真看不懂啊。陛下，范闲已然接了春闱旧案，证人可以随时登台。陛下以为什么时候可以安排？别影响放榜。明白。放榜之后行事。这旧案背后的事儿，范闲接得住吗？他没得选。你们也不帮着出出主意。陛下没有旨意呀。你又不是木偶。臣愿意当木偶。你投了9支箭了，都没中。好，朕再赏你1支。你刚才不是说一切听朕的旨意吗？来，朕命令你，此箭必须投中。臣不善此道。投。陛下，中了！都这个时辰了，陈院长辛苦了。
我瞧这陈院长，您今天心情不错哎。侯公公也看出来了，好眼力。过去，我送您出宫。这段路我认识。不忍心者，牵绊，物累而已。别急，以您的学识，一定肩膀之名啊！我看这东西怎么能那么小？不要。师兄，现在看书是不是有点晚了？有道理，师兄啊，来了。程家林呢？人这么多，不知道挤哪儿去了。不妨，他肯定在。二位，跳过礼部，监察院直接放榜，史无前例啊！小范大人整顿吏治，我大庆必当焕然一新的。杨万里，是杨万里吧？没错，就是杨万里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杨兄，我可是早就听说了，监察院这次放榜，就是为了把他的名字加上去。本来就是他，被别人给替了。小范大人觉得不公平，这才闹得这么大。义兄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听了什么消息？怪不得，我就说史无前例啊！街巷传闻不可信的。小范大人进宫见驾是为了你呀！街巷传闻，你们知道是谁亲手把杨万里的名字给加回去的？谁呀？小范大人，是陛下。陛下连夜执笔，亲自改的名字。听谁说的？都这么说。哎呀，这个小有内哪会有这么机智大运的人？都是无一不惭愧。来了，来了！大人来了！祝各位心想事成！要放榜了！在哪儿呢？公示第5名，特别靠前。卫士榜单，这不分高低，都一样的。想喊就喊出来吧！呀！你们看看这3个字，是不是跟其他几个字不一样？好像是啊，看起来特别雄浑呐。绝对陛下亲笔，看来这次榜单是真的公平了。全完了！寒来暑往，屡试不中，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！大爷中了！大爷，别白中了呀，大爷！侯兄啊，你也靠前啊！侯继昌啊！我说的多也有情况啊！接着找你，找嘉林。不合适。你够了！你够了！是程嘉林，程嘉林，中了！险些看漏了，中了就好，中了就好。师兄，是战力，是战力，是战力。莫要着急，也许是看漏了，再对一遍。对，再过一遍。
再过一遍啊！二位仁兄，恭喜二位仁兄啊，金榜题名。潜心苦读，下一次必当高中，成军不言。杨雄，现在榜单已出，尘埃也落定了，该去拜访小范大人了吧？哦，那是自然。既然榜单已出，现在登门拜访，就再没有别的顾虑了。我现在就去询嘉玲。嘉玲啊，你中了！唐大人，我也同去吧。虽然未中，也该上门拜谢。那是自然。咱们再练习一次啊！不用了，已经练了很多遍了。来了。3、2、1，见过，见过，见过。小范大人，你俩也不齐啊，赖我。上次见面有说有笑的，怎么这会儿这么紧张？上回可不知道您是小范大人。对，小范大人也是人。小范大人不是人，小范大人是诗仙。陈立，怎么了？连着说。你们三个找我有事儿？小范大人监理春闱之职，对我等来说，当以门生之礼拜之。拜师投效。小范大人以雷霆之威扫清春闱之弊，此等魄力，当受此礼。我等4人心生敬佩，愿为大人效力。4位。哦，程嘉玲看榜时被人挤伤，不能走动，他让我们代为转达对大人的尊敬之情。好，你们4人有3人上榜，虽然还有殿试定3甲，但你们如今已经能算是官绅。做事之礼不能白受，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做官的道理，送给你们。我想说的全在上面，去吧。大人，先生，学生告退了。先生，学生告退。石展立，你留一下。好好做人，好好做官。不愧是小范大人啊，还可以这样用词，言简意赅，意味非常。侯兄，你看这做人，可是在做官之前啊。杨兄，从今日起，我等便是范府门生了。你我互勉，莫要辜负了小范大人的期望。大人，我没考上。我知道。
愧对大人教诲，用心就无愧。大人说的是。那大人留我，可是有什么交代？接下来什么打算？接下来这几日就打算离开京都，回家去了。你回不去了。石家镇一场火灾，全镇被烧。这是当地府衙出的报灾文书，你看一眼。这场火灾或许不是天灾。大人，贺宗纬求见。先把他带走吧，我晚点过来见他。是大人。范大人，贺宗纬又见面了。读书人不能做狗，也不该做狗。上次听了范大人的教诲，贺某受益良多，在此拜谢大人。这次春闱怎么没见你啊？贺某本该投身考场的，可这人间总有些事比科举重要。10年寒窗晋升仕途，对你来说，还有比这重要的？自然是。人命关天，沉冤难雪。有冤情，你们应该找衙门的。本该是去衙门的，可听闻大人接手了春闱舞弊之案，这冤情只能求范大人来结。春闱之冤，这夫人的夫君是上届春闱落榜的考生，此人才学卓然，本该高中的，可到头来被人冒名顶替夺了官身，偏偏此事还被他知晓了。读书人咽不下这口气呀，便想着为自己伸冤。接着说。然而那冒名顶替之人是朝中高官的门生，谁曾想这高官痛下杀手，害了这考生的性命。到如今，只留下这遗孀在世，他却还想着为夫君寻回公道。贺宗纬，这件事情与你有关？我贺宗纬天良犹在。听闻此事之后，我便离开了京都，好不容易寻找到了这位遗孀，将她带了回来。大人，如今朝堂只有范大人您愿意为天下的学子做主，我只能将她带来见范大人。你为了这件事儿，春闱都放弃了？人命关天，义不容辞。你可否知道，那位害死你夫君的高官是谁？小女子知道。那就说出来。春闱舞弊，夺我夫君性命的，是当朝宰相林若甫。大人为民请命，
天下敬仰。要论大义灭亲之举，普天之下，唯范闲、范大人可为。顾辰呐，严大人，严大人，找我。一个书生，一个苦主，搞林相杀人灭口。案子我知道了，为何找我过来？死者住处不在京都，这案子得四处协办。不够。刑部、大理寺、京都府都得协办。人不能给出去。那当然，自然以监察院为主。这些衙门在哪儿，我都得挨个认。要不这样，跟各部打交道的事儿，你先帮我弄着。你想过没有，如果这案子是真的，你怎么办？长公主算是被你赶出京都，现在轮到林相，你怎么面对郡主？你想让我怎么做？把这案子转给我，我来秉公执法。你是怕我为难？我怕你徇私。谢了，不过这案子啊，只能是我。为什么？追查春闱舞弊是陛下钦定的差事，我无处可退。你觉得林相这案子，陛下事先知道吧？别这么想，太危险。你去哪儿？相府。这时候去相府啊？慢走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给你包起来。袁先生来了，您里边请，您上座。喝杯茶，这茶真不错。是，新鲜的很。得多吃一点啊。袁先生，这边有上座。不必。来盘牛肉。钥匙这儿。好嘞。一壶茶，2盘干果。好嘞。这要下雨？是啊，有。那边的窗户为什么关着？那下面是河，蚊虫多就关上了。哦。打开。哎。你打算就这么站多久？别愁眉苦脸的，年轻人不能消沉。有人报案，杀人灭口是吧？